謝阿仔請食早餐。OK， 哇！做咩奶茶咁早好早啊嚟請就係咪咁早？我4點鐘起身啊！哇！呢個奶茶真係好有誠意喎。OK，係啊。呢個係二少啊！係啊，二少，你幾少啊我公司嘅30。30，好。哇！其實在香港我就最喜歡的喝這個奶茶的，因為對，就是其實很簡單的，不需要太複雜。早餐西馬奶茶，在香港最少就是絲襪奶茶跟這個菠蘿油。這個上懷街的餐廳，菠蘿油、金意燒、係啊，好多。